少子神數第3節，事業同埋功名。嗱，邵康節咧非常之睇重咧每一個命格嗰個性格嘅特點，同埋佢適宜做邊一類嘅工作。咁所以咧，佢花咗相當大嘅篇幅咧喺嗰個事業上面嘅探討。咁佢講咗俾我哋聽咧，邊類嘅命格適宜做邊一類嘅工作。譬如我舉個例，佢有提到咧就話邊啲命格咧可以做地理師啦，做占卦啦，做算命啦。邊啲命格可以做大夫啦，做醫生啦，或者邊啲命格可以做大官啦？邊一類嘅命格咧可以做戲子啦，諸如此類。嗱，其實我哋從佢嘅對每個命格嘅分析，然後配合做邊一類嘅工作，我哋可以引申到今日究竟咧每位同學或者閣下目前所做緊嘅工作，究竟係唔係真係完全俾你個命格嘅特點咧發揮晒出嚟咧？嗱，呢個咧係我哋咧今日咧係必須咧要去探討同埋了解更加多。我哋學前言呢一啲嘅估決或者一啲咧嘅論命嘅方式咧，其實應用喺今日嘅社會咧係非常之有用。希望大家同學喺學習嘅時候咧係更加咧係思考多一啲，從而咧可以喺日後應用嘅層面上面咧可以發揮得更加理想。